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阿弥陀佛。400年前，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，他建立一个腹地广阔的江山，大家都称呼他是大将军。但是不管你地位多高啦，不管你名气有多大，有一天会舍报往生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生病了，几乎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有一个爱妃非常重情重义的，就殉葬，活生生的跟他埋在一起。皇帝感动啊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跟努尔哈赤一起埋葬。结果皇帝发愿，我无论如何生生世世就是要照顾你，保护你。结果转世再转世400年了，好不容易现在这个爱妃呢，就在的近郊投胎转世。他是一个很低调而且很保守的乡村小孩，慢慢抚养长大。结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，各位对不对？时间一到，他要嫁，但是很奇怪的，要结婚的7天当中，他就一直在思念一个人，会想念一个人。到底他是想念谁呢？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内心当中莫名的就会思念这么一个人，实际上就是皇帝嘛。因为感情很重嘛，你看这个也是执着嘛，对情爱非常的执着，所以造成他没办法去解脱嘛。结果好不容易他结婚完了之后，皇帝心里面一直很记挂。有一天刚好他护体护在爱妃身上，就出来讲话：我这400年的过程都一直保护着你，从来寸步不离，但是我没办法去成就，没办法去解脱，所以我是千辛万苦哦。他自己这样讲哦，护在他爱妃的身上，就讲出这一段内容。我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我一直为了保护你，结果我呢没办法解脱。今天呢，好不容易经过400年之后，有一位台湾来的老和尚，他应邀举办梁房宝忏。这个梁房宝忏是禅宗之王嘛，跟爱妃讲，你一定无论如何要给我报名，让我有机会进去听法，去拜忏，让我的业障可以消，那么我的灵性能够恢复清净光明。我要走这条道路，因为我知道我必须一定要这样做，对所有的人才有好处。他说，所有的将官士兵们，现在我的爱妃学佛了，他们都念阿弥陀佛啊，你们要跟着我念佛啊，我们要发愿到西方去成就。皇帝亲口这么交代，我们全部都给他录像。后来又有八果联军火烧圆明园，那些将士们也要求说，你也要让我们进去听法啊。刚好师父就在办这一场梁皇宝忏大法会，结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内容。我们觉得说，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但是后来录完像以后，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皇帝要求无论如何一定要到会场来听法。我们全力的用最真心诚意的心态来办这一场活动，非常的圆满。后来我在他的爱妃来皈依啊，正式拜师，我给他取名叫做桂莲。他跟他的朋友到了，代表皇帝来给师父道谢，说他已经解脱了，已经超生了。所以有这个公案，清楚的告诉大家，我们人不要执着。如果说以社会的人士来看，皇帝也是一个很重情重义啊，表现是非常的有情有义，太了不起了。但是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他是太执着了，把这个爱妃疼在心坎里面，他放不下，切不断，结果因此流浪在6道轮回里面400年了。好不容易我们有举办梁房宝忏，他抓住这个机会，自己要求无论如何一定要到会场里面好好的礼忏，好好的听法，最后达成他的心愿了，能够跳脱黑暗，离苦得乐，往生西净土。我们深深为他祝福。八果联军也一样哦，所有的将士们一起过来啊，他们来跟我讲，他说如果没有树立牌位，他们没有资格进来啊，所以我们就赶快给他写个牌位。那一次的法会非常的圆满，所以各位，这是真实不虚的，没办法去打诳语的。我们要了解到说，人千万不要执着，应该要一心的念佛，好好的求解脱。我们要迈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样才不枉费你来这个世间投胎转世，对不对？今天就简单的用这个公案给各位大家报告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努尔哈赤只知道打
是知道善来我对待，恶来我杀。但是我问佛法了，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要我有杀气的时候，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非叫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现在把拳头变成了和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赞叹你，阿弥陀佛。以后跟你的爱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做一尊佛菩萨，阿弥陀佛，生生世世做佛家的金刚护法。阿弥陀佛，随喜赞叹。这就是我们一切的大愿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永生永世，永不分开。好，阿弥陀佛，那是最美好的相见。我努尔哈赤这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太多了，让我生不如死，让我轮回受苦啊！是，所以说我努尔哈赤说永生永世啊，我必须来学佛，来忏悔我的业力，让士兵们所有的冤魂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一个人承受，不要让我的士兵在群受这轮回之苦。太苦了！我和我爱妃一起说：“士兵们呐，你们的灵魂听见我的召唤了吗？听到我努尔哈赤的召唤，你们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妃子肉身坐在了我面前。